让我们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记载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5章1节到11节。和本圣经在68页，其他的版本请看荧幕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5章1节到11节。耶稣站在革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，要听神的道。他见有2只船弯在湖边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，请他们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众人。讲完了，对西门说：“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”西门说：“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”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，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。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2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，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。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耶稣对西门说：“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”他们把2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，跟从了耶稣。以上。这时候我们请刘秉熙牧师来讲道。刘牧师是台东新港教会的牧师，讲道的题目是迎接生命的丰收，迎接生命的丰收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也感谢许牧师、刘传道跟迦南教会小会员的接纳，让我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。在分享的一开始，我想要让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教会。我想问大家，请问你知道新港在哪里吗？北港附近吗？是我去过北港附近的一间教会讲道，然后他跟我说，奇怪，新港教会的牧师为什么换人呢？新港在哪里？大家有没有印象？成功有听到正确的答案。新港在成功，成功的旧名叫做新港。那成功到底在哪里？对，是台东没错。很多我的朋友来到台东市打电话跟我说，牧师，我已经到台东市了，可以请你来接我吗？我说哦，好，我给你看这张图，让你知道成功离台东到底有多远。成功开车到台东市要1个小时，成功开车到台东市要1个小时。然后呢，这张图上面基本上让我们清楚的看到它在哪里。它有一点点接近花莲，人家唱的是我家门前有小河，我唱的是我家门前有太平洋。我们在海边，在海边它是没有火车的，在海边它没有火车可以到达。开车最近的火车站，如果要往北，要到玉里，开到玉里大概要40分钟到50分钟到火车站，到台东火车站大概要1个小时。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遥远的距离。我本身是台北人，我跟许牧师是同学。那一年我们分派，一个分到桃园来，我分派到台东的海边。在台东的海边，从成功开回到台北，我从新春礼拜结束之后开始开车，开回台北，总共开了6个小时。然后很多弟兄姐妹听到都觉得说：“天哪，牧师，你这样开车会不会太远？”西部的弟兄姐妹啦，东部的弟兄姐妹都会说：“习惯了。”我们开4个小时以上，那个都算正常。我们向南开到高雄市大概要4个小时，开到台北市就是5个半小时到6个小时，这是我们的距离。刚刚说到我们的门前是太平洋，太平洋可怕的地方就是台风来的时候非常的可怕。台风来的时候，6年多前我们刚收派那一年，8月1号刚报到，还记得6年前发生什么事情吗？
88风灾，6年前刚刚好莫拉克台风上来，6年前那一天台风在吹了3天3夜嘛，所有的弟兄姐妹打电话来传道，不要担心，这不是最大的。他们很害怕，我8月1号才报到，1个礼拜遇到莫拉克台风之后我就要走了。他们跟我说传道，千万不要担心，这不是最大的。好，我相信这不是最大的。好，经过了几年之后，慢慢的，好，我体会到那真的不是最大的。简单的跟大家分享，这是我们教会目前的聚会啊。我们大概看聚会好像很多，大家会觉得我们教会应该很多人。其实我们整间教会平均聚会的人数大概是60几个人，但是每一天晚上几乎都有聚会。那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图。我们的礼拜堂很有特色的原因，是因为如果你最近在这几年当中有看过海岸山脉的瑞士人，或者是宫东的教堂，里头有一位傅义修士，他在东海岸画了非常多的图，设计了非常多的教会。我们的教堂就是他所设计的，所以这是在这2本书里头，我们最近常常很多人来东海岸在看这些教堂的时候会提到的。所以这是民国65年我们的修士所设计的。那个时候因为百冷会的宫东高公跟长老会的关系很好，所以有2间教会是由傅义修士设计的，一间是台东长老教会，另外一间就是我们新港长老教会。在我们教会的旁边，我们还有一个灵修会馆。这个灵修会馆是民国23年所盖的，民国23年所盖，但是早期一个日本的总督，他在这里当总督，盖了一个别墅。新港顾名思义，就是新的港口。新的港口是他盖起来的一个港口。那因为这个总督非常爱这块土地，所以他最后当日本人要把他调走的时候，他辞官要住在这个地方。那后来就设立了灵修会馆，不是设立灵修会馆，是这之后镇公所就收回去了。到有一位高端利医生，就是早期高长家族的一位牧师，高笃行牧师的小孩，他来到东部行医之后，镇公所把这一块整个场地给了他，作为他的诊所。那他本身是教会的长老，一直到他过世之后，教会整个把他买下来。所以这是我们的灵修会馆，但是这个也因为台风的关系，现在已经不能住了，整个已经漏水非常的严重。那今年，不是今年了，这是去年的台风麦德姆台风，西部可能没有印象。我以前住在台北，也对台风没有什么印象，因为总觉得很欢乐的睡一觉就过了，然后或者是台风假就是准备可以去看电影之类的。但是当我到了东部之后，面对每一个台风，只要看它的路径要从台东这边上来，我们全教会的人几乎都是严阵以待，因为真的非常可怕。那一天晚上，那一天从长滨登陆，长滨离我们大概10几公里而已。从那个地方登陆，整个最大阵风超过15级。超过15级阵风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这样比喻，那天晚上我没有出去啦。有一次有一个台风青台一样从东部上来。那天早上了，我隔天要下去看，外面还在吹。我从牧师馆刚走出去，要走到礼拜堂都会被吹走，都会站不住。然后走过去，那天有一个长老来，我们2个在教堂巡视的过程当中，已经很努力的撑着要走到另外一边去，突然听到啪啦一声，那个路灯的玻璃破掉，我们吓得2个人赶快趴下来，因为那跟子弹一样快，那个碎玻璃会跟子弹一样的快，那是台风在没有中央山脉可以当屏障的时候，那是非常可怕的。所以那天晚上呢，造成了教会非常严重的损伤。怎么样的损伤呢？我们在这张图的右下角上面那个地方是我们所居住的牧师馆。那天晚上从我们现在看过去，窗户这个地方，整排全部滴水，一路滴水滴到整间房子都在滴水。当天晚上有一个同工住在我们家里头，他住在客房，他睡一睡，发现脚滴到水了，然后他说啊，没关系啦，脚滴到水了，那我那个睡上面一点就好了。结果又睡了10分钟，换头也滴到水了。隔天早上起来，我发现我同工怎么不见了？原来他到最后只能去睡在沙发，因为真的整间房子都在滴水。
那也造成了教会很多不一样的损伤。那这是刚看到灵修会馆，灵修会馆那个是屋顶，右下角那个是屋顶，已经直接破一个洞了。那这个部分我们因为它被列为历史性建筑物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直接报县政府在那个知道怎么讲整修了，报计划给县政府，县政府今年有同意要来做研究调查。那研究调查完之后，他才要拟定如何去修缮它。那在这几年当中，常常弟兄姐妹开玩笑说，我们只能够继续祷告，不要再有。到底现在是要有台风从这边来，还是不要呢？如果有台风从这边来，搞不好这间房子就整个被他吹走了。那我们就很开心的可以重新再建一个嘛？还是我们要努力的祷告，不要过来呢？那最近。这是那天晚上牧师馆的一个状况，我们看到那个铁皮整个都已经完全被掀开，然后整间房子都在滴水。后来其实这张图我们看不太清楚，后来当台风整个都过去了，我坐在礼拜堂的门口，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牧师馆整个都漏水了。在那个时候，我看到了这一张照片，赶快把它照下来。我们看到在我们十字架的左手边有一条云柱，那真的是云柱，我第一次发现那是云柱，在云柱的上面有彩虹。那天我坐在礼拜堂的门口，我非常的感动，因为我觉得遇到这么大的困难，但是上帝没有离开过我们。云柱跟彩虹都出现了，当然不会出现火柱，火柱有点可怕，火柱就整个都烧掉了。有云柱跟彩虹应许着上帝的恩典没有离开过我们，所以后来跟长老在做讨论，后来再跟长老们他们做讨论，说我们现在到底要怎么办？我们问了工人，工人只给我们2条路可以选择。第一条路，把牧师馆的屋顶拆开来，重新再盖一个。这是第一条路。那我问他第2条路呢？第2条路就是整个拆掉再盖一次。那我继续再问他，那个老板，那请问这样子我要搬家吗？他说当然要，不管哪一条路你都要搬家。好，既然都要搬了，长执会在讨论的过程当中，好像我们不拆也不行了。如果要拆，你现在只是把屋顶再盖回来，我们也很难预估旁边还会不会出事啊。可是那个时候大家在讨论的，我们财务的同工非常的紧张，因为我们口袋里头只有10几万块，我们的建筑基金只剩下10几万块。那老板的估算，你这个重盖加上内部的设备加起来，起码超过200。我说19万现在对200万，又是一个乡下的小教会，大家其实是非常紧张的。但是后来长执会决定说好，我们做吧，我们就做了，真的下去盖了。所以开始就把这一些都拆掉，然后重新的要做牧师馆的整建。一步一步的，从把原本的房舍拆掉，再到后来盖起来，右下角那个已经完成到一个雏形了，左上角那个是已经完全空了。从完全空到有雏形，甚至包括很多教会原本安全上有问题的地方。我们右上角有一个小小的东西，你看那个已经倒一点点了。那个是原本在我的停车的上面有一个小平台，工人第一天透过那个平台在搬运东西，结果他们第一天完之后下来跟我说：“牧师，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，这个平台会摇。”我说这会摇。我跟长老讨论怎么办，它会摇。如果它会摇，东部除了台风多以外还有什么？地震多。如果在地震多的话怎么办？我们没有人能够预测谁会从那下面经过。平常是我的车在那里被压坏就算了，如果任何弟兄姐妹刚刚好在那个下面怎么办？长老说好吧，再拆吧。所以除了原本的牧师馆的工程以外，我们又做了很多安全上要考量的东西，几乎全部都动了。所以每一个礼拜会有来教会做礼拜说，奇怪，我们教会怎么好每一个礼拜长得都不一样？当然，过去的时间因为整个教会经济的状况有限，所以我们大多数的设备都是克难的在使用。也通过这样的机会，我们做一个重新的整理、重新的规划。
后来发现上帝很特别，他其实不是要我们盖牧师馆，他是要我们对整个教会的空间做一个完整的规划。所以我们需要大家为我们祷告的事情是，修建经费起码需要200万，目前知道的应该会超过，因为还有很多安全性的考量会继续超过。那更重要的是，我觉得为着我们教会的信心来祷告。乡下的教会其实大多数都是老人家，我们的信心其实是需要很大的突破，包括在宣教的事工上面不能够停下脚步。有一个小小的刊物跟大家分享，这是我们教会在过去3年，我们有做澳门的海外短宣，那这是今年第3年的短宣的手册啊，因为过年前才印好，所以我没有带很多。如果你很有兴趣，可以再跟我联络。大家很好玩，为什么一间60个人的教会可以出海外短宣？坦白说，我也没有想过。一开始在网络上有一个传道人跟我联络，他问我说：“牧师，你可不可以带同工来澳门短宣？”第一次听到海外短宣，我告诉他，不可能吧？我觉得以一间乡下的教会是要怎么样能够做海外短宣？我们没有钱又没有人。当讲出去之后，我就后悔了。讲出去之后，我后悔的事情是，我就说我们没有人，确实没有人，因为大学生都在外地。可是这几年来，我们陪了一些大学生，如果他们愿意的话，我们好像不能说没有人。那没有钱啊，没有钱就是想办法去募款。今天为了宣教的工作，我们不能够推说我们没有钱。所以当天晚上，我打电话给了我4个我们到新港之后已经出去外面念书的大学生。我心中跟上帝祷告，如果这4个大学生都跟我说可以，那我就没有不行的理由。结果感谢主，那天晚上4个人一口都跟我说 OK。所以3年前我们踏出了第一次，连续3年我们都出短宣队，甚至在去年我们派了2个3个月的短宣同工在那里。这些经费全部都是靠募款而来，全部靠上帝的供应。所以我深深的体会到一件事情：上帝所为我们所预备的是超越过人的想象。他超越过了人的想象，让我们能够勇敢的往前走。所以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。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的爱，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，也感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一起分享从你而来的祝福。愿亲爱的主，你就差遣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，我们得着力量，也得着帮助。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在新港的生活当中啊，我有一个长老开西药房，他的西药房里头有一帖药卖的特别好，大家猜猜看是什么药？有一帖药卖的特别好。我每次去探访他，他都在包。有一次我真的很好奇，我问他：“长老，这什么药？”他说：“哦，这个肌肉松弛剂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要肌肉松弛剂？”因为他们出海的渔夫，他们每次出海的工作非常辛苦，回来之后要搬鱼上来。大家知道那个鱼多重吗？一尾是几十公斤，甚至大鱼是几百公斤的。他们不断的需要把那些鱼搬上岸来，所以每次工作完之后都会觉得肌肉酸痛，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去买一包肌肉松弛剂，吃完之后能够睡得非常的安稳，睡得非常的开心。其实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也充满了很多压力啊。在很多压力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想过有没有一包什么叫做心灵松弛剂？让我们的压力可以稍微的放松下来呢。不过对这些渔夫来说，我跟一个年轻的船长在分享，他跟我说，其实我觉得我的工作不错，因为只要上岸以后我就没有压力了。他说的很有道理，因为上岸之后不会有任何的工作，上岸之后也不会有人打电话说麻烦你再回来上班。他说的非常有道理，上岸之后我就没事了，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蛮好的。我只要上岸了，陪我的家人，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。
在这个时代当中，我们都面对到很多的压力，但是渔夫没有压力吗？渔夫当然有压力呀、每次出海，他都要面对捕不捕得到鱼的压力。每次出海，当我看到他们把油都灌满，各样的材料全部都准备好，出海以后，他还要面对的事情是，不知道在海上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浪。那天他跟我分享，我们这一趟出去从绿岛这边不知道遇到了什么洋流，然后被吹到日本的领海，吓得完全不敢动，因为等到人家的船都过了，他们才赶快又从日本的领海那边再开回到苏澳这边来。当然有压力啊，生命当中会面对到很多的压力。更重要的是他绕这一趟，导致他渔获没有什么渔获，所以他损失了很多的金钱，他也损失了很多的时间。同样的，在圣经里头有一群渔夫，他压力也很大。这群渔夫压力很大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忙了一整天，他打不到鱼。有一群渔夫他打不到鱼，当他忙碌了一整晚，坐在岸边，他低头，只能在那边摇头，因为在格尼萨勒湖的旁边，有非常非常多的渔船，这些渔船基本上，他们每一天的渔获量非常的好。当每一天大家的渔获量都很好，为什么他今天会抓不到鱼？他想不透。这个人坐在船上，他非常的忧愁，他看着人家捕了一网一网的鱼，开始带回家里头去，准备要去卖。他没有鱼，他没有办法跟人家交代，他觉得很难过，他也觉得没有面子。跟他同船的人在旁边只能开始重新整理那些渔网，预备的下一次的出航。他在想，为什么？明明我每一天都在这边打鱼，明明我每一天都按照这样的方法下去捕鱼，为什么今天晚上我打都打不到？他很哀怨的在那边想，想啊想着，岸的那一边有一个人走在前头，后面一大群的人跟着他，谁来了？耶稣慢慢的走得过来，后面跟着一大群的人，跟在耶稣的后面。当这个渔夫抬头看着那边的吵闹声，耶稣后面跟着一大群的人的时候，他心里头在想什么？他心里头想一件事情：如果我昨天晚上我打到的鱼，就像现在跟在他后面的这一群人这么多，那有多好啊？他心里头在想的这件事情：如果我打的鱼就跟那些人一样多，那不是很好吗？所以他看着一个老师后面跟着一大群人，他看着他们在那边走，他心里头是摇头。他继续摇头，在他的船上，慢慢的，忽然间这个老师上了他的船，忽然间耶稣上了他的船，这群人就在岸边，耶稣开始朝着下面所有的人开始讲道。这个渔夫突然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。他现在在贵宾席上面。当所有的人在听耶稣讲道的时候，他就坐在耶稣的旁边，他就坐在耶稣的旁边，听着耶稣传讲道理。他心里头越听越觉得，如果昨天晚上我所得到的，就跟现在这个状况一样，那有多好啊！当耶稣教导完的那一刻，他好像了解。这个渔夫心里头在想什么？他好像了解他在想什么。他忽然对耶稣对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，下网打鱼。耶稣告诉他，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，下网打鱼。这渔夫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心里头觉得很纳闷。我是渔夫，你是谁？我是渔夫，你是木匠。我是渔夫，你是木匠的儿子。打鱼要听谁的？打鱼应该要听我的吧？我是渔夫，你是木匠的儿子。你说要盖一艘新的船呢，大概我可以听你的。今天是要打鱼耶。
他想了想，好吧，反正我昨天忙了一整晚都没办法了，那不然我就来试试看吧。不过他心里头仍旧在疑惑，他到底要怎么办？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有期待过你的生命就像耶稣一样，得着很多人的灵魂吗？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有期待过我们的生命能够带领很多的人来认识耶稣吗？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期待，我也相信这是每间教会的期待。每一间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设立在不同的角落。不过今天台湾的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困难？去年才刚投票完，我们大概可以了解，全台湾非常高比例的人口数集中在哪里？集中在六都，集中在所谓的六都里面。我们所有的人口都集中在六都里面。乡下整个台东县大概才20万人，整个台东县20万人，投票数20万人，也就是说，实际上居住在台东县的人口更低。在我们的镇上，根据人口统计，大概1万多人，有登记在户政事务所的1万多人，实际上可能1半不到。当我们的人口高度的集中在都会区的时候，那对这些乡下的教会来说，在我们东部中会里头有非常非常多的乡下教会。乡下教会普遍的现况是什么？大多数剩下老人，大多数是小孩，老人多小孩多，老人多小孩多，那我们要更努力的为主多得灵魂的时候，我们遇到最大的困难会是什么呢？有的时候钱是小事，真正的困难是没有人，真正的困难是缺人，因为没有中壮年，没有青年。台东只有一间大学，就是台东大学，所以在我们的镇上是不会有大学生的，而且每一个学生到了高中要升大学，他一定不期待他要留在台东，他已经在台东生活了10多年，他希望他要到大都会去看看外面到底长什么样子。所以很多在东部中会的乡下教会，多半所有的服事只能靠着传道人自己去努力。所有的服事几乎我们所有的聚会都是传道人在做，儿童的事工是传道人在做，老人的事工是传道人在做，家庭礼拜也是传道人要主理，还有一整个礼拜所有的服事。禾场非常的大，努力的为上帝捕鱼，但是好像捕不到什么鱼。很努力的为上帝要多捕些鱼，但是实在是能力太有限，捕不到鱼。很努力的打鱼，但是因为看不见成果，常常让乡下教会的牧者感到心灰意冷。当我们画面转向都市教会，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比较好吗？或许对我们教会来说，我们的弟兄姐妹很多，但是诚如我刚开始说的，当所有的人口数往六都集中的时候，今天即便我们在座非常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在教会里头一起聚集、一起敬拜，恐怕还有非常非常高比例的人，在我们的周遭他是不认识耶稣基督的。基督徒在这个社会当中毕竟是非常非常的少数，我们也有这样的期待啊。我们教会的人同工多，人数多，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去服侍这个城市当中的人，但是需要还是那么大，要做的服侍还是那么样的多。经过了很多年的努力之后，我不知道你会感觉到疲惫吗？当我们看不到鱼上岸的时候，当我们看不到那个鱼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疲惫吗？相信大家一样很疲惫。我们的工作都很忙碌，我们的家庭压力也很大，但是我们还要承担的很多教会当中重要的服事，我们会感觉到疲惫。我们都跟西门一样，忙碌了一整晚，希望要打鱼，但是打不到鱼。所以当我们看着空空的渔船
就亮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头觉得是什么？不免觉得，哎，耶稣啊，到底是要怎么办呢？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跟我一样，恐怕我们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恐怕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我们想要依靠自己的力量，为耶稣多得着鱼。恐怕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希望靠着自己的力量，多为上帝补一些鱼进来。所以，当我们觉得精疲力尽，当我们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恐怕我们都陷在罪里面。我们真正的罪，是因为我们想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荣耀上帝，我们想要靠着自己所做的，让上帝得着荣耀，这是我们的罪。这也是让我们跟西门一样，面对那个空空的渔船最重要的原因。但是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：“回到水深之处，在那里下网打鱼。”天哪，有没有搞错？我都已经这么累了，耶稣还告诉我要回去，要回去那个服事，要回去教会，在那边下网打鱼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可以拒绝，你可以跟西门一样，西门也可以拒绝。西门可以觉得我是渔夫，你是木匠，所以听我的才对。我们可以拒绝，但是西门做了一个决定。西门做了一个决定，他对耶稣说：“老师，我忙了一整晚，我打不到。但是今天因为你在这里，我就听你的话，我再回去打吧。”西门重新的开着那艘船，他重新驾着那艘船，回到了他昨天晚上忙碌的地方，在那边下网捕鱼。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当他下网捕鱼的那一刹那，我常说，我们有没有带过小朋友去喂鱼？当带小朋友去公园喂鱼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？所有的鱼开始咻咻咻咻咻，开始往饵的这边集中。那一天，当西门下网捕鱼的那一刻开始，所有的鱼好像自己跳进来一样，那个网已经快要撑不住了，撑不住到赶快叫隔壁的船再过来帮忙，打满了满满的鱼回去。这一刹那，西门想什么？太棒了吗？西门想的事情是马上跪在耶稣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有经验的渔夫，有能力的渔夫，忙了一整晚打不到，但是现在打到了。真正的关键是，耶稣在这艘船上，因为耶稣在这艘船上，改变了一开始忙碌一整晚什么都没有，他让他们现在拥有了满满的渔获。但是当这些渔夫俯伏在耶稣面前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是个罪人”的时候，耶稣对他们只说一句话是什么？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就照着西门的期待，从这一刻开始，未来他的使命要跟一开始不一样。一开始期望要打鱼，从现在开始，他要得到什么？他要得人了。就如同西门一开始期待的，耶稣后面能够跟着很多很多的人。从现在开始，他要为耶稣基督多得些人。耶稣在每个世代的行动都超越了我们的想象。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，反正我们就一天一天这样子过就好了，我们都过着安逸的生活就好了，不要有太大的变动。反正按照我们的经验下网捕鱼，我们就会得着鱼。可是当耶稣来到这艘船上面，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之后，他的行动已经超越了我们的想象。我在东部服侍6年的经验，我跟弟兄姐妹互动的过程，我体会到一件事情：东部的弟兄姐妹普遍上来说，希望是安稳，希望不要有变动，因为他们不知道变动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他们离城市很遥远，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所以要教会的弟兄姐妹很主动的跨出去，其实它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但是这一场台风，毫无疑问的逼使着教会一定要跨出去，毫无疑问的逼使教会要踏出去之后，从那个不到20万块，只有10几万块，勇敢的跨出去，说要去盖牧师馆、盖教会这些重建的工程。跨出去以后，我们发现了一些神奇的事情开始发生了。我们找了很多的工人，找到一些工人，有一个做泥作工程的老板。那天晚上他在跟我们分享，他说：“牧师，其实我们的工作真的很满。我们的工作3月7号要交，有一个很大的工程要交给人家了。我们的工作真的很满，但是因为我一个朋友跟我拜托，他说你们真的找不到人。他说那天晚上他跟他老婆2个人在讨论，他只问他太太说我们要不要做，然后他太太说好，我们做。他们后面又附带一句话说，在我们工作这么久的过程当中，也不是常常有机会能够为教会付出。他太太是基督徒，但他不是，所以他们决定要做了。他们不只决定要做，而且他请我去挑瓷砖。我去瓷砖店看，然后挑完了之后告诉他，那个老板娘告诉我说：“牧师，你都挑那个很便宜的哦。”他说：“你那个太过气了。这样啦，我帮你换，我帮你配好不好？按照那个价钱，我帮你配。”后来这边有需要跟他讲，那边有需要跟他讲，前后那天在跟他结账，他说：“我们的会计告诉我，他起码为我们奉献超过6万块以上。”我说：“这实在是太神奇了，我们要怎么去找到这样子的工人？”另外一个工人为我们拆除很多东西。我们过去在地在新港，我们找工人只是拆除一个简单的墙，就要花大概3万多块钱。那个工人帮我们拆了整个平台，也有各个需要都一起拆了。他只拿3万块，还奉献5000块回来。那天我们请他吃饭，他一直跟我说：“牧师，我觉得今天给你们请吃饭，我也觉得不好意思。我赚教会的钱，还要让你们请吃饭。”他不是基督徒。从建筑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同工不断的去体会到，哇，原来上帝真的放了很多天使在我们的周遭。上帝放了很多的天使，而且他们为我们所付出的超乎我们的想象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其实在经历一场丰收。那个丰收是什么？我们生命要去期待那个丰收，不是西门彼得所打的那一大群的鱼。他所得到真正的丰收，是耶稣基督所为他预备的，是超乎他所求所想。到那一刻，我们能够俯伏在他面前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但是从那一刻开始，耶稣也告诉他：“你要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。”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是需要这样子的。我们不是得着再多的财富，得着再多的功成名就，而是我们真正的体会到，在上帝所给予的这么多当中，那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预备，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礼物。最重要的，他呼召我们，要我们为着他得着更多的人，而得着更多的人，这不是我们的力量，而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工作。能够为耶稣得着更多的人，不在于我们，而是我们真的与人分享他的爱，能够让人认识主。前几个月有一个很特别的弟兄，他80几岁，在家门口的对面巷子里头，他在工作，不小心跌倒，跌到后脑。他就整个四肢都瘫痪，被送到医院去。他的太太一直都在教会里头聚会。那天晚上我去医院看他，
我在医院带2个老人家祷告，他没有办法动，等候着医生什么时候要开刀。带他们祷告完之后，忽然间那个阿嬷跟我说，她期待她的先生能够洗礼。可是当他躺在这里，他问他的时候，问他先生说：“你要不要信耶稣？”的时候，他说：“随便啦。”他说：“随便。”我本来祷告完要离开，听到阿妈这样跟我讲，好，我再问他一次。我又转头问这位老弟兄，我说：“阿公，你要不要信耶稣？”他突然点头了，他说：“好。”我再一次跟他讲：“阿公，如果你要信耶稣，那我要来帮你洗礼哦。”他说：“好。”很特别。那天晚上我阿妈也很开心，我就赶快回教会预备，联络我们的长老。我们过1-2天，礼拜完之后，带着长老来到那个医院当中，要帮他洗礼。来到医院的时候，他有一点点精神不太好，在睡觉的那种感觉。但是当我在问他，我说：“阿公，你愿不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生命当中的救主？”那个阿公突然醒了一样，很大声的点头说：“要。”我为他施洗，接着我们守圣餐。那阿嬷把面包放在他的嘴边，一口吃下去，酒也喝了。在场我们都感觉到，上帝你的工作真奇妙。我们也深信，接下来他要进行开刀，应该会没有问题。回家，隔天早上5点钟，我接到电话，他的儿子打电话给我，牧师，我爸爸走了。我就问他儿子，这到底是什么状况？他说，就在你们为他施洗、守圣餐过后，大概半个小时，整个状况开始急转直下，直接送进加护病房。到隔天早上3点多通知我们到医院，阿公已经走了。我跟教会弟兄姐妹联络，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吓到了。他说：“牧师，你们不是去帮他洗礼的时候还很好吗？”我说：“对啊。”后来我跟他们分享说，上帝自己拣选了他，但是上帝也带走了他，他是有福气的人。后来再跟那个阿嬷分享，阿嬷自己偷偷在私底下跟我讲，她说：“牧师，我其实不敢让人家知道我不难过。”他说：“我为他祷告了一辈子，我为他祷告了一辈子，几十年。在他临终的时候，他接受洗礼，而且开刀下去，80几岁，我也80几岁，我身上一堆疾病，我能不能够照顾他都不知道。没想到上帝这样带走他。”那个阿嬷是跟我说，她其实参加告别式的时候，其实她心里头很开心。上帝的工作超乎我们的想象，生命的丰收也在这里啊！生命的丰收在于耶稣基督的工作永远超过我们的想象。所以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耶稣跟我们同样航行在这艘船的时候，有时候开玩笑的说，我们必须要系好安全带，我们必须要系好安全带，我们必须要准备好，我们所把这个网一丢下去，我们所要收起的那个渔获可能会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很开心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，我们一起在这里分享。乡下的教会需要大家的支持，乡下的宣教工作也需要每个弟兄姐妹共同的参与，不只有我而已。如果你有认识任何在乡下教会服侍的牧者，请你给他一个鼓励。如果他能够支持在那个地方很久的时间，超过10年、超过20年，甚至30年，如果你有认识他，请你给他大大的鼓励，因为他不会被我们所知道，他不会被人所发现，他的会友人数也不会有明显的增长，因为人口不断的外移出去。但是上帝呼召我们，是要我们去到每一个需要的地方，也呼召我们每一个有能力的人，把我们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。
求上帝的恩典祝福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真的去经历那一份生命的丰收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爱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，也因为你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你更呼召我们要为你更多的得人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如同西门一样，想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多去为你得着什么，直到我们精疲力竭，直到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原来耶稣你就在我们的船上，你成为我们的帮助，也成为我们的依靠。愿你祝福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们去迎接这一场生命的丰收，为主多得着更多的人，让人能够因着认识你而得着生命最大的祝福。谢谢你的爱，让我们一起分享，也愿你感动我们，让我们共同为着乡下教会各样的宣教工作来努力，同心在你面前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